成日有人同我講，去茶餐廳冰室食飯好普通好貼地，但我今日要講一句好多人唔敢講嘅真話。而家香港90%網紅冰室根本唔係食港味，係用罐頭速食包裝套路，狠狠收割我哋香港人同遊客。你以為73蚊食到嘅是地道港式碟頭飯，老師傅手工手藝錯，成碟飯除咗一隻煎蛋，成部都係罐頭急凍貨，成本唔夠10蚊，毛利率高達85盒。今日我就同大家拆穿呢個傳騙全港越嚟越離譜嘅網紅冰室收割騙局，拆解佢哋點樣一步步榨乾你個荷包，仲慢慢摧毀我哋百年港式茶餐廳文化。相信好多香港街坊嚟香港遊玩嘅朋友都有過一模一樣嘅經歷，無意間行入一間裝修超靚、霓虹燈氛圍咁拉滿，仲被社交平台瘋狂吹捧嘅網紅連鎖冰室，睇住餐牌上面個個名夠晒大氣，賣相精緻，滿心期待點一份招牌碟頭飯招牌拼盤，結果埋單價錢遠超預期，上菜一刻直接心態炸裂。我早前就同朋友親身踩過呢個大坑，亦都係呢次經歷令我徹底睇清而家新式連鎖冰室嘅完整盈利套路，同埋香港本土飲食文化慢慢變質變味嘅殘酷真相。當時我同朋友揀咗一間人氣極高、全網刷屏嘅新式連鎖冰室，點咗佢哋主打嘅濃湯雙拼碟頭飯，餐牌上面寫住湯料豐富、用料紮實，擺盤都刻意整得好精緻。但係碟飯一上台，我同朋友當場雙眼發愣，甚至產生錯覺。我哋唔係身處香港市區嘅餐廳，反而似係去咗深山露營，食緊最廉價嘅速食簡餐，觀感潦草，質感廉價，同餐牌精修圖、網紅口中嘅正宗老港味，完全係兩回事。最離譜、最令人難以接受嘅係呢一份觀感質感雙雙翻車嘅碟頭飯，最終埋單足足要73蚊港幣。如果呢個價錢係換到新鮮食材，老師傅現炒現整，用料十足，口感正宗，咁結合香港高昂嘅租金、人工同通脹，呢個定價都算情有可原。但行業最黑暗、最諷刺嘅真相就係呢份售價70盒3蚊嘅招牌碟頭飯，幾乎冇任何新鮮現做食材，成碟飯淨係得一隻普通煎蛋係新鮮，其餘所有配菜通通都係預製罐頭急凍加工貨。大家認知入面港式經典碟頭飯標配嘅新鮮豬扒、香煎雞扒、肥瘦叉燒、油潤燒臘，呢啲傳統茶餐廳嘅靈魂食材，喺呢啲網紅套餐入面完全絕跡，取而代之嘅係工廠批量生產嘅醃製肉、真空火腿、罐裝午餐肉、冷凍腸仔，呢啲平價加工食材。熟悉餐飲供應鏈嘅人都知，呢類罐頭急凍預製食材成本平到你唔信，係餐飲行業入面門檻最低、零技術、幾乎零損耗嘅基礎食材，進貨價極低，唔使複雜烹飪，完全冇食材浪費。但經過網紅冰室嘅包裝營銷氛圍加持，即刻可以溢價10幾倍，賣俾消費者73蚊嘅定價。喺成個港式餐飲市場入面，絕對係暴利級別。好多人即刻會幫呢啲冰室辯解，香港租金貴，人工年年漲，通脹嚴重，食飯貴好正常，73蚊碟飯都算合理。但只要你冷靜落嚟，拆解呢份罐頭套餐嘅真實成本同盈利邏輯，就會發現所有漲價藉口、行業說辭，全部都係掩人耳目嘅營銷謊言，只係品牌收割消費者嘅遮羞布。我哋拋開主觀感受，用最客觀、最真實嘅餐飲成本邏輯，拆解呢份網紅招牌碟頭飯嘅原材料造價。成碟飯嘅全部配料就係罐裝午餐肉、冷凍腸仔、真空火腿、醃製培根、速凍煎蛋，再加一碗普通白飯同簡易醬汁，就係73蚊套餐嘅全部內容。市面主流品牌嘅午餐肉，餐飲批量批發價極低，就算係大家最熟嘅梅林品牌，單罐批發價都只係幾蚊港幣，一罐可以切好多份，分攤落單碟飯嘅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至於冷凍腸仔、真空火腿、醃製培根呢啲食材，零售價本身就好親民，批量採購嘅批發價更加壓低，單份菜品嘅食材成本微乎其微，再加埋一碗白飯同基礎調味汁，成碟碟頭飯嘅原材料硬成本最高都唔會超過12蚊，多數情況只係8至10蚊左右，唔夠10蚊嘅食材成本，轉手賣到73蚊，單品毛利率直接突破85%啦。熟悉餐飲業嘅都清楚，實體餐飲正常合理毛利率只係30至50%，一旦超過80%，根本唔係正經做生意賺合理利潤，而係利用信息差、包裝套路、精準收割食客。更加值得深思嘅係，
呢啲唔係個別門店嘅亂象，而家全港絕大部分新式連鎖網紅冰室都係用呢一套一模一樣嘅運營模式賺暴利。呢啲新式冰室品牌早就吃透港式餐飲嘅流量密碼同消費者心理，打造出一套完整可複製零失手嘅韭菜收割體系，靠住3重核心套路，將最廉價嘅預製速食包裝成高端港式特色美食，源源不斷賺取超額利潤。第一重套路就係極具迷惑性嘅名詞包裝，用霸氣好聽有意頭嘅菜名掩蓋食材廉價工藝簡陋嘅本質。老一輩香港人熟悉嘅傳統茶餐廳，菜名直白樸實一目了然，叉燒飯就係叉燒飯，豬扒飯就係豬扒飯，餐肉腸仔飯會直接寫明食材，消費者一眼就知食咩值唔值，消費透明零套路。但新式連鎖冰室好識玩心理戰，佢哋好清楚，如果餐牌直接寫罐頭餐肉、火腿腸仔飯，赤裸裸暴露食材真相，就算賣30-40蚊都冇人願意做水魚。所以佢哋喺菜名上面大做文章，拋棄樸素直白嘅命名，改用氣場十足、寓意美好嘅高端噱頭名，好似珍寶龍寶飯、招牌六合盛碟頭飯、港式懷舊經典拼盤飯等等。呢啲華麗嘅菜名會令消費者下意識產生美好聯想。默認呢份套餐用料豐富、食材新鮮、手工正宗，係集合多種港式經典風味嘅招牌美食，心甘情願俾高價。但係真正上菜之後，大家先會大失所望。所謂嘅珍寶拼盤六合盛，招牌只係超市隨時買到嘅罐頭午餐肉、冷凍腸仔、真空火腿、醃製培根簡單堆砌，全部係普通人宵夜追劇先會食嘅平價速食，冇任何烹飪技巧，冇新鮮食材，冇半點老港味嘅匠心。品牌只靠一個精心包裝嘅菜名就成功拉高溢價，蒙蔽大眾認知。呢個就係網紅冰室最基礎、最核心嘅流量套路。第二重收割套路就係場景氛圍包裝，用浮誇嘅網紅裝修、復古情懷場景，轉移消費者對食材品質嘅注意力，將本來應該使喺食材上面嘅成本全部轉嫁做裝修體驗成本。大家只要留意而家香港街頭嘅網紅冰室，就會發現佢哋裝修越嚟越浮誇，風格高度同質化，清一色復古霓虹燈、黑色啞光瓷磚、70-80年代老香港海報、仿真舊街景、佈景港式懷舊標語，再加老式雞公碗、不鏽鋼復古餐具，全方位打造沉浸式老香港情懷氛圍。呢套裝修打法精準拿捏咗當代消費者嘅核心需求。而家無論係本地年輕人抑或外地遊客出街食飯，早已唔單止係為咗醫肚，更多係為咗打卡影相、體驗氛圍、感受地域風情。新式冰室精準抓住呢個趨勢，徹底放棄食材升級、工藝打磨、口味優化，將絕大部分原型資金全部投入門店裝修、場景打造、視覺包裝。但大家一定要認清真相，呢啲充滿懷舊感嘅門店，完全唔係傳承多年嘅本土老字號。所有裝修佈景風格都係裝修公司流水線產出嘅複製貨，千店一面，毫無特色。所謂嘅老香港情懷，只係商業營銷嘅噱頭。呢啲網紅冰室背後全部係成熟商業集團、專業營銷團隊，根本唔係深耕餐飲、堅守匠心味道嘅本地餐飲人。佢哋好清楚而家消費者嘅習慣，入店第一時間唔係睇食材試味道，而係影相打卡、分享社交平台。只要門店環境夠晒出片，氛圍夠晒獨特，就算事後發現食材差、口感敷衍、性價比極低，大部分人都唔會計較，甚至會自我安慰。高價買嘅係體驗、係情懷、係打卡資格，唔係單純一餐飯。就係利用呢種消費者心理，品牌大膽壓縮食材成本，全面棄用新鮮現做工藝，清一色改用平價預製罐頭食材，將慳落嚟嘅食材成本全數投入網紅裝修同線上營銷，再將所有裝修營銷費嘅夜價成本分攤落每一份菜本、每一位消費者身上。原本應該用嚟提升食材品質、優化用餐體驗嘅資金，最終變成收割流量、賺取暴利嘅工具呢，就係網紅冰室門面高端食材廉價、定價離譜嘅核心真相。第三重套路，亦都係最隱蔽、最防不勝防嘅盈利陷阱，就係飲品加價套路。傳統茶餐廳沿用幾十年嘅透明加價規則，被新式冰室無限放大、極致濫用，成為隱形收割嘅主要手段。老一輩香港人都知，傳統茶餐廳嘅凍飲加價好親民、好透明，係公認嘅行業潛規則。以前食午餐、晚餐點普通套餐之後，想將熱飲轉凍飲，只需要額外加2至3蚊。大家雖然偶爾會吐槽，淨係加幾塊冰都要加價，
但都理解門店耗材、電費成本屬於合理正常嘅行業操作。但而家嘅新式網紅冰室徹底顛覆咗呢個行業共識，將飲品加價玩成暴利工具，層層隱形加價層出不窮，令原本平價嘅簡餐最終帳單價錢飆升一大截。好多網紅冰室套餐標價看似好親民，一份晚餐套餐標價69蚊單，睇價錢好合理，好多人覺得抵食就直接落單。但只要你揀凍飲、特色飲品，各種隱形加價即刻嚟。以前固定2、3蚊嘅凍飲加價，而家普遍漲到2至8蚊。熱門商圈門店加價更加誇張。如果想揀紅豆冰、凍港式奶茶、手打檸檬茶呢啲網紅特色飲品，加價金額直接飆升10幾蚊，完全冇行業標準、冇成本依據，純粹係品牌隨意定價。除此之外，部分門店仲會超加收茶位費、餐具費、服務費，各項零碎費用疊加原本69蚊嘅套餐，隨時漲到73、80甚至90蚊，溢價幅度遠超菜品本身嘅價值。最離譜嘅係高昂加價對應嘅飲品品質劣質到完全匹配唔上定價。無數消費者投訴吐槽網紅冰室嘅凍檸茶、凍奶茶完全冇正宗港味，茶水寡淡無味，飲唔到半點茶葉醇香，口感單薄敷衍。究其原因就係品牌為咗進一步壓成本，放棄傳統茶餐廳用嘅優質錫蘭紅茶好茶底，改用最平嘅碎茶渣、廢茶葉沖泡，茶水成本幾乎為零，用嘅冰塊都唔係淨水冰，只係廉價商用製冰機產出嘅冰，口感生硬，糖漿亦都係工業甜味劑，甜到誇張，齁膩滯求，完全冇手工調配嘅層次感。一杯成本唔夠2蚊嘅凍飲，靠住套餐綁定肆意加價，賺足幾倍暴利，成為網紅冰室僅次於預製菜品嘅第2大收入來源。好多人都會疑惑，點解而家新式冰室清一色放棄新鮮食材，老師傅手工工藝，死殼罐頭，急凍預製貨？除咗肉眼可見嘅低成本高暴利之外，最深層嘅原因係品牌追求極致嘅去技術化極致，出餐效率同最高翻台率，徹底拋棄傳統餐飲嘅匠心思維，將港式餐飲徹底流水線化、商業化、流量化。正宗傳統茶餐廳嘅核心競爭力，從來都唔係裝修，唔係營銷，唔係噱頭，而係新鮮食材、精湛手藝、地道風味同人間煙火。一份正宗港式叉燒飯，需要老師傅精挑肥瘦均勻嘅豬肉，經過醃製、烤製、風乾、擦醬，多重工序精準把控火候同時間，先可以做到外皮焦香、內裏軟糯、柔潤回甘。一份新鮮豬扒飯需要人手捶打豬肉、醃製入味、現裹現炸，保證外酥裡嫩、汁水飽滿。仲有燒鵝、燒鴨、油雞、生炒牛肉飯呢啲經典港味，全部需要資深老師傅現點現做、現炒現整，靠多年手藝把控品質同口感。但呢種傳統經營模式喺追求極速暴利嘅連鎖品牌眼中，充滿短板同弊端。第一，資深收尾師傅、炒菜師傅人工成本極高，人力壓力最大。第二，新鮮肉類、蔬菜收納保質期短，當日賣唔晒就會變質報廢，食材損耗成本高。第三，現炒現做需要充足時間，高峰期出餐慢，排隊內翻台率低，適配唔到香港極速嘅用餐節奏。第四，菜品品質完全依賴師傅手藝，口感難以標準化，容易出現品控波動。而罐頭急凍預製食材完美歸避，賣所有傳統經營嘅問題，完全適配連鎖品牌規模化賺暴利嘅需求。預製食材保質期長達幾年，幾乎零損耗、零報廢，全程唔使資深大廚，普通後廚雜工加熱裝盤就可以出餐，大幅砍掉高端人工成本，出餐速度超快，高峰期2分鐘就可以出一份完美適配。上班族快速用餐、高頻翻台嘅需求，口感完全標準化，千店一味品控穩定，完全唔依賴人工手藝。喺呢套運營邏輯之下，新式網紅冰室徹底摒棄傳統茶餐廳重品質、重口碑、重味道、重人情嘅初心，轉移死守低成本、快出餐、高翻台、高利潤嘅純商業邏輯。對於呢啲連鎖品牌嚟講，餐飲早已唔係需要深耕、需要傳承、需要匠心嘅民生行業，而係一套可以無限複製、無限收割嘅流量生意數字遊戲。只要裝修夠網紅、噱頭夠足、流量夠多，就源源不斷有客入店。食材品質、食客體驗、文化傳承，通通都唔喺佢哋考慮範圍之內。我早前親身踩坑嘅叉燒飯經歷，就係呢套收割套路最真實嘅寫照。當時我路過一間主打復古港風、
裝修精緻嘅網紅連鎖冰室。門店外牆海報餐牌實拍圖入面，招牌叉燒煎蛋飯賣相絕佳，叉燒肥瘦相間，色澤紅亮，油潤誘人，溏心蛋飽滿嫩滑，睇落正宗地道，超級好食。雖然定價要78蚊偏高，但我當時都想試下正宗懷舊港味，於是果斷落單。點知菜品上台，一刻巨大落差，令人極度失望。餐牌上面精緻誘人嘅燃烤叉燒，變成幾片乾巴巴白蒙蒙，冇焦香冇油脂嘅預製蒸叉燒，口感柴口，味道寡淡，得一味濃重嘅工業醃製味，完全冇傳統港式叉燒嘅醇香回甘。搭配嘅煎蛋都唔係新鮮現煎嘅溏心蛋，只係批量生產嘅速凍蛋，口感僵硬，冇鮮味，蛋黃乾結，成碟飯冇半分，鍋氣冇半分手工，溫度冇半分地道港味。所謂嘅傳統工藝、匠心手工，全部都係虛假營銷嘅噱頭。望住牆上堅守傳統工藝、傳承香港味道嘅標語，再睇住盤中敷衍劣質嘅預製速食，強烈嘅諷刺感撲面而來，令人無比無奈。最令人痛心嘅係網紅冰室嘅野蠻生長、流量收割，正一步步摧毀香港傳承幾十年嘅本土茶餐廳文化，令香港美食天堂嘅金字招牌慢慢褪色，名存實亡。以前嘅香港茶餐廳係市井文化嘅核心載體，係充滿人情味、煙火氣、本土溫度嘅生活空間。每一間老街老店，每一位資深師傅都有自己堅守嘅手藝同初心。有人擅長牛製順滑醇香嘅奶茶，有人精通烤製地道燒臘，有人拿手爆炒各式碟頭飯。每間老店都有獨一無二嘅風味，忠實嘅街坊同良好口碑。以前嘅港式餐飲比拼嘅係食材新鮮、手藝精湛、味道正宗、街坊口碑，靠真材實料、匠心味道留住食客、立足市場。但資本入局，網紅連鎖冰室崛起之後，成個港式餐飲賽道嘅競爭邏輯徹底被顛覆。資本雄厚嘅連鎖品牌包攬核心商圈黃金鋪位，重金打造網紅裝修，全網流量營銷，靠顏值噱頭溢價收割利潤。而一班堅守初心、堅持新鮮現做、靠手藝立身嘅本土小店，冇資本加持，冇網紅包裝，冇流量曝光，喺高昂租金、人工、通脹壓力之下，完全冇競爭優勢。好多傳統老店裝修樸素，風格老舊，冇打卡場景，吸唔到年輕客同遊客。就算食材新鮮、味道頂級、性價比更高，都只能眼睜睜睇住客流流失。久而久之，無數經營幾十年嘅良心老街茶餐廳、本土老店被迫陸續倒閉結業，取而代之嘅係大街小巷千篇一律、流水線運營、預製食材做主嘅網紅連鎖冰室。由旺角到銅鑼灣，由元朗到將軍澳，全港港式餐飲風貌徹底同質化。所有門店嘅菜品、口感、裝修套路一模一樣，再也冇百花齊放嘅本土風味，再也冇各具特色嘅街坊老店。當香港遍地都係靠罐頭預製、營銷噱頭、收割食客嘅網紅冰室，當新鮮手工地道現做嘅老港味慢慢消失，香港美食天堂嘅文化根基其實已經悄悄崩塌。好多人都會好奇，明明食材劣質、性價比極低、套路滿滿，點解呢啲網紅冰室依然日日爆場、大排長龍？背後折射嘅係香港無奈嘅社會現狀同消費困境，係消費者被動選擇嘅局限。根本唔係網紅冰室品質好、口碑佳。香港嘅生活同工作節奏冠絕全球，上班族每日通勤返工收工節奏緊湊，午休用餐時間極度有限，多數人淨係得45分鐘到1小時用餐。時間緊迫之下，大家根本冇多餘精力揾偏僻老街老店，只可以揀寫字樓商圈周邊嘅餐飲門店。而家全港各大商圈、商廈商場周邊幾乎全部被網紅連鎖冰室壟斷。傳統老街老店早已難覓蹤影，消費者看似選擇多多，實質冇得揀，只能被動接受網紅冰室嘅套路同溢價，要麼高價妥協食、預製速食，要麼花大量時間揾老店。對於節奏極速嘅上班族嚟講，便捷性永遠係第一位，無奈之下只能乖乖買單。除此之外，網紅冰室仲玩住極具迷惑性嘅全日供應套路，進一步壓榨消費者，抬高溢價。傳統茶餐廳餐段劃分清晰，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定價分明，性價比分層。下午茶時段價格親民，30-40蚊就可以食到豬扒包，通粉簡餐加飲品係打工仔嘅平價福利。但新式網紅冰室徹底取消平價餐段優勢，打着全日供應嘅旗號，將原本低價嘅早餐、下午茶菜品原封不動搬去晚餐時段，菜品分量、食材工藝完全冇升級，價錢直接暴漲30%至50%。一份簡單火腿通粉加牛肉凍飲
售價飆升50-60蚊。一碗普通即食麵幾片薄到透光嘅肉片，售價高達70幾蚊，離譜定價搭配敷衍品質，令無數食客無奈嘆氣。呢種商業模式就係利用地域壟斷、場景壟斷、時間壟斷，拿捏香港人貪方便、趕時間嘅心理，進行無差別收割。更令人唏噓嘅係呢種短視嘅收割模式，令成個香港餐飲行業陷入惡性循環。越嚟越多餐飲從業者見到網紅冰室嘅暴利空間，紛紛放棄深耕手藝、打磨品質、堅守初心，跟風入局預製菜網紅賽道，堅守匠心、新鮮食材嘅良心。商家越嚟越少，追逐流量收割暴利套路，食客嘅投機商家越嚟越多。對於資本品牌嚟講，餐飲早已唔係代代傳承嘅民生行業，只係短期套利嘅金融遊戲。好多網紅冰室根本唔打算長期經營沉澱，口碑打造老字號。佢哋嘅盈利邏輯簡單粗暴，靠網紅套路收割流量，賺取暴利。一旦口碑崩盤，熱度消退，食客唔再買單，即刻換品牌名、翻新裝修、改營銷話術，搬去第二個區域重新開店，繼續重複一模一樣嘅收割套路。香港700幾萬本地居民，再加源源不斷嘅遊客，龐大嘅消費基數令佢哋永遠有收割對象，靠換殼套利源源不斷賺快錢。呢種病態嘅行業生態，最終傷害嘅唔單止係每位消費者嘅荷包，更加係香港傳承100年嘅茶餐廳文化，係香港美食行業嘅未來。好多人覺得只係一餐半餐，唔使太過較真，但正正係呢一次次嘅妥協、包容、縱容，令網紅冰室嘅套路越玩越放肆，越嚟越離譜，令良心老店徹底失去生存空間，最終造成行業劣幣驅逐良幣嘅慘烈局面。我哋不妨大膽假設，如果未來幾年全港所有傳統老街茶餐廳全部倒閉，市面上剩低流水線運營、預製食材做主嘅網紅冰室，咁傳承100年嘅港式飲食文化、老香港嘅煙火人情味、正宗地道嘅港味將會徹底消失。到時香港嘅茶餐廳再都唔係地域文化載體、市井生活縮影，只係千篇一律、冇靈魂、冇溫度，只會收割暴利嘅餐飲流水線。對香港本土文化嚟講，絕對係不可逆嘅巨大損失。面對亂象重生嘅網紅冰室市場，我哋普通消費者絕對唔可以坐以待斃，乖乖被收割。我哋手握最有力嘅反擊武器，就係用消費投票、用選擇發聲、用行動守護本土文化。首先，我哋要徹底識破所有網紅營銷套路，拋開顏值濾鏡、情懷濾鏡、網紅濾鏡，唔好再被精緻裝修華麗、菜名、虛假宣傳蒙蔽雙眼。消費之前一定要睇清食材用料，明細定價、隱形收費，理性判斷性價比，堅決唔為虛假情懷、溢價包裝、劣質預製食材買單。其次，我哋要主動抵制套路滿滿、食材劣質、溢價離譜、服務敷衍嘅網紅連鎖冰室。一旦遇到罐頭食材冒充手工現做、高價低質、隱形加價、虛假宣傳嘅門店，一定要記住呢個踩坑體驗，堅決唔再幫襯。同時主動提醒身邊親友、遊客避雷，唔好做資本收割嘅水魚。我哋每一次理性嘅拒絕，都係倒逼行業回歸品質、回歸初心、回歸正軌。最重要嘅係，我哋要主動扶持用心守護一班堅守初心、深耕品質、傳承地道港味嘅傳統老街茶餐廳、本土獨立老店。呢啲老店冇浮誇裝修、冇華麗噱頭、冇流量包裝，環境樸素低調，但始終堅持手工現做、新鮮食材、匠心工藝、親民定價。佢哋嘅豬扒係新鮮豬肉，人手捶打現炸燒臘，係老師傅每日新鮮烤製。奶茶係人手反覆拉扯牛煮，每一份菜品都有手藝溫度同市井人情味。30-40蚊就可以食到用料紮實、正宗地道嘅港式簡餐，性價比、口感質感全面碾壓網紅冰室。呢一班堅守本心嘅本土老店，先係港式茶餐廳文化嘅真正根基，香港美食天堂嘅底氣，亦都係對抗預製菜套路、資本收割行業亂象嘅最強力量。我哋每一次幫襯老店，每一次為匠心味道買單，都係守護香港本土飲食文化嘅傳承，都係助力港式餐飲良性發展。無可否認，而家香港依然有大量堅守底線、深耕品質、拒絕套路嘅良心餐飲從業者，默默堅守行業初心，用心傳承香港味道，值得我哋尊重同支持。但對於一班靠資本套路、虛假包裝、劣質食材、離譜溢價、肆意收割食客、透支港味口碑、摧毀本土文化嘅網紅連鎖冰室，我哋必須保持清醒，識破套路，理性抵制，絕不縱容。希望每位睇完呢條片嘅朋友，以後行入香港任何一間冰室茶餐廳，
之前都可以保持理性判斷，睇清菜品本質，看透營銷套路，分清價值匹配，唔好再被顏值同噱頭裹挾，主動選擇有品質、有溫度、有情懷、有傳承嘅真正港味。唯有我哋全體消費者一齊堅守理性，選擇主動守護，先可以令百年港式茶餐廳文化永續傳承，留住香港最珍貴嘅市井煙火，徹底扭轉行業劣幣驅逐良幣嘅病態格局。如果你睇完呢次深度拆解，徹底睇清香港網紅冰室嘅全部收割套路，認同我嘅觀點，覺得呢條片可以幫你避坑，幫到身邊人，記得點讚、訂閱、轉發、收藏，多多喺評論區留言，分享你嘅冰室踩坑經歷、用餐感受，一齊交流討論，亦都可以將呢條片分享俾即將嚟香港、經常喺香港食飯嘅朋友，等更多人避開消費陷阱。我後續會持續拆解香港本地餐飲亂象、消費套路、肯耶利莫，帶你看透更多城市消費真相。想持續睇我乾貨拆解，一定要訂閱我頻道，開啟鈴鐺。下期再見。